因公殉职，英烈千秋。于民国57年6月3日，屏东空军6联队西-46 6185号机的正驾驶杨尚杰，副驾驶王曙培，通信官魏忠林，机工长张竹清、林桂平，空运士李金元等6员执行班机任务。搭乘人员有空军总部副督察长陈敏、政治部监察官胡关阳、后勤署后技组预算官丁家玉、军医处张普照、作战署桂景成、情报署李天一、国防部后次是杨子明、三军指参大学副总教官史复兴、空军参大教官张复兴、工程官石继生、空军机校洪家花、宪兵汪忠勇及多位空军眷属由冈山飞往台北途中因故失事坠毁于台南县新营东方3公里柳营农场，机上所有人员全数罹难。仅此碑文告慰诸忠烈在天之灵。屏东市慈幼宫临海，空军第439联队联队长黄晴，中华民国101年5月8日。这里是集水溪堤防南边，是在新营的东边3公里处，这里算柳营农场。就盖了庙哦，来祭拜啊。哦，这榕树也长得很大了呢。你看榕树还有结果实哎，你看那榕树的果实哎，地上掉很多果实哎。哦，这里看到了是很多火龙果。这有烧香，也有在烧纸钱的，有在拜拜的。但是它的碑叫做72烈士纪念碑，就想到黄花岗72烈士啊。